嚟緊星期六，馬會將會越洋轉播澳洲嘅澳洲杯賽馬日、鄧格錦標賽馬日，以及杜拜世界杯賽馬日，合共12場賽事。先講嘅是澳洲杯賽馬日，頭場開跑時間為中午12點40分。第一場葉健士公開賽表列賽，跑2600米。8號鋼鐵步，2號天景風高，3號山上列爵，13號麗仙迪。第二場澳洲杯一級賽跑2000米，10號麗基領先，呢匹馬1年前勝出2400米紐西蘭橡樹大賽，之後一路跑1400、1600未贏過馬，幕後等到今日先肯再次加程，睇嚟今場先係目標。現時預計當日會跑黏至遠地，可以再調高評級，用連達文可以分多2蚊，今場可以做膽。5號天鳥合二，最近連贏2場2級賽，狀態處於巔峰，唔可以劃咗佢。3號寫意遊，呢匹馬響年初響西澳連勝2場2級賽，繼而連續2場力追天鳥合二，響呢度要求一直3甲絕對唔難。8號真年嬌氣，唔好以為佢退咗，上仗復出跑1006米全明星1哩賽，力拼跑第3名，都只不過係輸半個馬位，睇下可以放到邊度。跟住講嘅是鄧格錦標賽馬日，頭場開跑時間為下午1點35分。第一場鄧格錦標一級賽跑2400米，華禮納馬房出5匹。9號陽光小姐，上星期剛剛以大熱身份勝出蘭威錦標。1號譽滿杜拜，級數最高，能征慣戰。2號攻守有道。7號巨星成河，跑呢個路程輸俾一半屬你，3344預埋佢。第二場唐家士打預賽，讓磅3級賽跑1500米。1號花之樂有班底。13號型格區亞積斯錦標跑第3，前一場輸俾澳洲杯大熱。8號何津古城路程專家，排外檔體勢一騎斯麥道朗點發揮。5號追擊，2號全地球。跟住係13重頭戲杜拜世界杯賽馬日，頭場開跑時間為晚上8點20分。第一場高多芬1哩賽2級賽跑1006米。唔知大家舊年有冇睇呢場賽事？響香港服役嘅知足常樂，一起步就響後面食沙食到暈，包尾而回。由此可見，跑尾單馬場嘅泥地中短途賽事，一定要先走為敬。1號特派王上仗響同場同程嘅3級賽納哈爾塔錦標大勝4個身位，輕取今場一眾對手，現時係大熱門，其他10匹馬要過佢，唔係咁易。2號逐客令今場降班作賽，初步賠率顯示備受追捧，初次增程跑1006米，唔食沙就有得跑。5號世界紀錄呢匹馬跑開1200米，以佢嘅速度增程跑1006，有望採取先走為敬嘅策略。3號妙曲寶器響前一場防火線錦標贏過特派王，上仗嘗試增程2000米無功而還，今仗跑翻佢最守本嘅路程，3甲點都要拖埋佢。第二場杜拜金杯2級賽跑草地大長途3200米。5號成名作，1號班霸實力，6號盛威，8號博得道。第三場阿聯酋打比2級賽跑1900米。1號赤火術師，3號綠黨變速，5號平安祝願，2號奇院長。第四場亞喬斯短途錦標1級賽跑草地1200米。1號別具風味，2號寶招快艇，13號北冠王，12號里約區。第五場杜拜金沙軒錦標1級賽跑泥地1200米。1號歡迎再來，8號忠臣豪族，4號好命數，10號榮耀獅王。第六場杜拜草地大賽1級賽跑1800米。2號地神力，1號監察官，5號宋達區，7號龍袍加身。第七場杜拜司馬經典賽
一級賽，跑2410米。1號格倫島，2號道德美傳，5號規規矩矩，4號帝君實權。第8場杜拜世界盃主題賽事跑泥地2000米，1號青春永駐。今場賽事嘅擂台躉有睇開海外賽事嘅馬迷應該都好熟，連續2屆沙特盃冠軍，今屆再度挑戰杜拜世界盃，誓要成為全球最高獎金馬匹。2號極量級排咗個一檔，只要起到步佢就可以有3甲機會。3號大熱劇目，上屆冠軍，發揮可以話係有82分，呢匹馬今季睇嚟都未走樣，仍然有機會同青春永駐鬥多次。4號高速發展，呢匹馬上仗有驚人嘅表現，完全唔怕響泥地跑道食沙，今場繼續抽到好檔，睇騎師點發揮。DWQ 賽馬頻道已經設立會員區，將於每個香港賽日提供投注策略，每個月只需50蚊，仲等？即刻撳加入我哋，收聽我哋嘅獨家猛料啦！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